今日的圣经节是伫咧路加福音第17章11到19节。好，咱即时来同齐来读今日的圣经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，入一个乡舍的时，有10个太高的拄着伊，远远地徛，出声讲：“耶稣先生，怜悯阮。”耶稣看见，就甲因讲：“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。”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，就倒来大声学老上帝，趴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应讲：10人敢无拢得到清气吗？迄9个伫叨落？这个别族的人以外，又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？就甲迄人讲：“起来，做你去，你的信有救你。”愿上帝赐福伫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今日咱是大神的奉献主日，咱请陈宪银牧师来分享伊伊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感恩的心。咱请陈牧师。大家平安。真欢喜来到咱的教会。2015年年底退休，所以我是退休的牧师。今年2024年，所以已经退休8年。因为我退休的时阵讲一句话，我属伫过动。过动恁听有啦，坐袂调的啦。若叫我坐较久咧，规身躯尿尿喘，衫咧乱旋安尼。因为即种过动，顶有无代志会去摕代志做。平均逐礼拜差不多无共款的教会咧讲道。我会记哩顶个月一个牧师请我去讲道，伊是1个月前甲我讲，某人，什么时阵请你来好无？我讲无法度啊。什么会无法度？我讲你即阵甲我讲袂好啊。1个月前咧，我半年前都爱甲我讲。伊头想讲你是咧外下拜安尼。老实讲，我到年底已经拢满，逐礼拜，今日台湾新南纪念日，每一摆啦纪念主日去到教会，我头一句话我拢甲会友讲：酒报拍开，内面有奉献地，会友带咧等，过来啊！林牧师佫特别甲我讲：我感恩节咧，叫你讲了了啊！我你放心，感恩节毋是每年第4礼拜甲你感恩啦。我以前牧会教会，我11月第1礼拜我就开始进入11月是感恩的节气。一年久，上帝保守带领，甘免奉献，最少加减努力多谢。照你来讲，你今日是为着新南医来的呢？无毋对，新南医都爱关心奉献。我更加感谢朱牧师、林牧师。我看国外的资料，咱后埔教会去年为着台湾新南医奉献17800块，点解你袂记哩啊啦？17800块，讲多也无多，讲少也无少，因为咱
咱礼拜现金一礼拜到头6000块尔咧，6000块你若17000都要3礼拜呢。啊，所以我定来讲，你放心，今日业绩啦超过17800块，我明年唔敢过来，因为时间无了伤多，啊，无够我更加唔敢来。下口若袂拍我来讲，拍这期无效啦，比去年更加少安尼。所以拄好就好，无简单的。迄若要拄好无简单的。啊，若拢真正无够，我会找朱牧师讨。较差不多咧啊！两个人薪水半2万块来，安尼就好啊啦。17800块，老实讲大圆无大圆。我请问，既然是11月感恩节，你敢免放的，一定都要放的。11月开始，你都要感恩放的，准备心。放心，你放个第啊，今日无钱通放现，你做你提顿的，后礼拜照收本哦。无影讲后礼拜真系放现落去，唔甲收安尼哦，无可能。总是我去无关，我绝对甲会友交代，你唔好迄第啊前甲落去，无啥名。啥物叫做无啥名？你知道？咱若看到无啥名，教会拢规做做啥有志。你讲牧师，人圣经讲正手所做，无倒手栽，无毋对。你做你有志，总是你毋对咧。迄100块本来是要后部教会主日礼拜献金的咧。啊，你前卡落去台湾新来伊，毋对啊，毋对啊。啊，后部教会今日后礼拜一个啥？礼拜现金1000块，80个做礼拜，安尼创啥呢？啊，逐个是钱拢献咧倒，啊，都拢叫电务师，新南医无管了，毋对。礼拜现金照常都爱献。你平常献100块，你今日共款献100块，你袂使甲我拆做一半，毁坏国币。警察就甲伊掠去啊！我甲你讲，我50块互你代神，50块后补我拢有现，袂使。应该有后补，你都要后补；应该有新来伊，都要有新来伊。所以现在去咱就通过这段圣经，咱要大家来想。当然都要代表是哪伊千安感谢，千安感谢你看得到地方有啦，啊若见啊咧无关咧，一定会讲安怎迄个单位安怎啊，着关心啊，着大道较要紧，最后就讲奉献。啊有影啦，奉献关的事工，咱伫教会内面叫做对外奉献。我以前牧会的时阵，我拢甲会友讲。对外奉献6工，对内绝对工。对外奉献6工，对内绝对工。我看周报写讲，明年咱设到40周年，40年呢。请问40年前有参与一只建设教会的会友，请举手。罗兰好，还有迄个。创始元老啊呢！你甲看，40年前就伫咱的教会，你有影一张诶，一间教会要成立40年，敢无经过足久的时间，才会牧师、中级会友来三角经营，互咱的教会成做金的灯台伫即个社区。目睭呢咧，11月。今日11月第一礼拜，后手今年剩无60天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念伊要过去1015432啊。安尼表示啥？2024年要结束啊！2024
哪会遐紧？拄年头尔，已经年尾啊，剩2个月，无代无志。顶礼拜一个风台入来，搁煞咧气象台讲，真罕你看到11月风台入来。我甲你讲啦，人拢足计较，啊，搁一项，咱一直想讲，咱比上帝较勇。好，咱过去台湾若碰着风台，我拢甲讲，长老会会友哦，拢流行一句话。好，阮足好祈祷的。逐摆风台来，我拢甲讲，莫入来台湾，总是搁煞咧迄句话，你共祈祷毋对啦，请飞去日本。啊，自死的风台拢飞去日本的。请问啊，日本敢拢无基督徒？对啊，日本敢无咧祈祷？有啊，阮祈祷较啥咧碗糕啦啥。阮怎恁变做个啥？好，咱足夸口的。好啊，今年搁祈祷啊，搁祈祷啊。哇，即摆敢若上帝无听呢，直接就入来啊。顶大迄个搁较趣味，简直高阳伫遐咧饿啦，饿毋入来啦，饿毋入来，啊，咱拖来等。结果入来，小山落肉，入来真无去啊！你知影风台入来有一个真趣味哦。什么时阵定了，什么时阵出去？我第二天透早起来，啊来气象新闻报告拢讲无出去，我食力来，无出去，毋是搁伫台湾，讲无啦，去互台湾的热情前消散落吧，前扬去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台湾实在。咱过去咱讲台湾叫做美丽岛咧，火摩萨呢，真正呢，台湾真正好呢，台湾真正好呢。你较注意，咱就是伤计较夸口。好，你较看我用咧，祈祷先连迄个风台都听我，风台是上帝咧掌管的呢，时间。天气一切拢是上帝掌管的，忘着别切祈祷，祈祷有效有，总是一万年久，咱到11月要过感恩节。11月感恩节，我讲啊，足侪咱的会友拢讲者啊，咱的感恩是新春感谢礼拜，新年咱华人的文化都是都爱新年。新年毋通咧感恩，所以以前叫做新春清谢礼拜。你中国11月感恩节啊，这美国人的西洋人设的感恩节。毋过台湾遮趣味，台湾遮少年的万无万少呢。即阵11月你若电视较注意电视的广告足厉害。11月10日号做什么节？少年的拢知，双11双11搁啥咧？你就知影讲，迄就是啥购物采买节。都无钱啊！你搁咧买？咱就我讲，无钱拢会加大办。我讲，这就是会买。昨有去听刘德华。音乐会的人请野手，我讲绝对唔敢野手啦！我讲，一张票3万块、5万块，哪会敢？当一个会友传一个影片给我，老师，这个是第一场，就是拜五暗，当2场嘛，当拜六甲礼拜，甲暗时，拜五暗的演唱，迄个 FB YouTuber 内面拢有啊。爱传我连看了我甲看，我连开了我甲开啊！我咧食饱虽然了点偌前久伫遐咧听伊的歌，我咧无迄个美国时间。毋过阮早正甲印象呢，那个票很难买呢。我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要关我什么事啊？就是安尼，你看到
完全无共款的生活。感恩的生活要安怎变做无遗憾？什么叫做遗憾？就是你过日子哦，过了足凄惨，过了之后安尼无意义，甚至人讲你活伫世间是咧创啥？食了米啊！你活伫世间是创啥？浪费时间啊！所以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、献上感恩，伫日常生活内面，你要安怎凡事来感恩？今仔日咱就通过安尼，咱三角咧想，也关心台湾城邑的事工。谢谢你，谢什么？台湾话讲，努力听无啦，真正听无啦。一摆去 7-11， 物件我纳了，钱付了，我讲努力。我问隔壁迄个讲，他讲什么话？我讲那个太空话了，什么话？努力听无，少年的听无，谢谢，多谢，感谢，还会使努力真正听无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请问，敢无一样代志会当感谢？感谢上帝，今年正月到10月，互我拢无破病，感谢。所以无破病，感谢。搁再来感谢上帝，今年搁互我得到确诊，总是无要紧。即阵确诊无人会甲你讲的，甚至甲你讲，咱也无咧惊。为什么？这外面隔离啊！以前是错咧等，头一句话拢问你讲，你几条线？都毋是咧怀孕个，佮问你讲你几条线安尼？都真正2条线对着啊！5天乖乖隔离。毋过即阵哦，你看到5条线啊，无人咧插伊啊！真正你这种确诊，医生就甲你讲啦，感冒啦，药啊食咧啦，水啉较多咧，休困啦。那差多啊！那差多啊！所以有抵抗力，咱拢有注射过，不管你注几重啊，都有注过，有抵抗力。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咱要安怎伫这个中间，伫咱的社会生活中间，你咧感谢，是毋是？袂记你感恩，或者咱定定讲一句话，当然的啊，理所当然的啊。我基督徒啊，我来教会啊，牧师一定多甲我关心啊。谁讲的？谁讲的？你牧师，你做牧师，你免过阴魂哦。毋过，咱都爱独立，咱都爱自立，咱都爱成做一个会影响人，会互人讲信耶稣真正好。咱袂晓感恩呢。我伫新店大平林民权教会退休。民权大平林附近有一间病院，叫做主济病院。主济因帮着第一句话拢讲感恩哦，因都还佫加一句咱无咱干那感恩尔啦。就感恩哦。有一摆一个会友来我办公室，牧师，咱开始拢袂使讲感恩啊。我是安怎啦？迄拢主济咧讲的，主济咧讲，咱就袂使讲。我点解讲？某人，因有一天来甲你发平安，你毋是整规拢讲伊。平安哦，这句话叫我唱去啊！这句话叫我唱去，你甲看。无迄个理所当然的啦，这句话毋是干那你会晓讲尔啦。感恩、感谢、平安、努力，哪有迄个干那你基督徒尔？人捡去用啊，人捡去用啊。圣经足多遐个话，一般的人捡去用，一般的人摕去用。咱圣经内面有一句话：施比受，你拢知。互人会比共地较有福气，毋过都敢若毋咧，钱伫我的遮，我敢若毋现，我敢若毋互你啊！所以你安怎去感恩，安怎去分享？
安怎去将福音上帝的道理传出去？来，通过今早起的经文，咱要三个想到，这个倒转来感谢奉医好的太高病的撒玛利亚人，咱要学习一个真要紧，叫做感恩的心。好像太高病，老实讲，我若讲麻风病听无啦。太高病听有啦，哦，太高，好，以前啦讲到太高，走敢若飞咧，隔离，所以迄个时阵，若是都爱隔离，迄个时阵都爱患着太高病，都爱去用赶出伫城外，所以太高病需要隔离，太高病袂使甲人做伙生活，所以类似咱3-4年前迄种疫情，你若得着 COVID-19， 你都爱隔离。袂当甲亲人朋友三个生活做伙，都爱赶出城外，受社会大众放杀。咱有一句话叫做“边缘的人”，边缘人，内心孤单、寂寞、无愿望。搁一句话，单死，真正单死，足可怜。迄种的人就无人要走伊啊，无人要走伊啊，所以患着太高病。伫耶稣时代，甲伫今日，你得着迄种传染病，食力，真正食力。3-4年前，咱拢拄着迄种疫情。老实讲，拄拄开始的时阵哦，咱常常拢无想到。咱讲啥？哇，安那有即个细菌，安那有即个传染病，所以安怎开始要买啥？口罩，你会记得？现开始要买口罩，买无啦。若要知吼，早就甲总务署讲，咱投资来做口罩，想万啊啦，袂赴啊啦。迄个时阵哦，好口罩，偌贵都有人要买。你会记得袂？咱讲用健保卡去，2礼拜啊，几礼拜去领一摆，都搁纳钱呢。请问，即阵敢有人用健保卡去领口罩？无啊！咱兜什么上多？咱兜口罩上多，因为兜的人合作惊死啊！我问一下，这礼拜2袂使讲袂使咯。恁兜口罩有超过100个啦，100个请举手。无举手的拢超过500个，我甲你讲。你看哇，咱兜什么无口罩上多啊？毋过我废气啊！台湾人毋若惊死，搁再想过欠。我捌去一间教会做礼拜，我甲问讲，请问你喙暗，伊讲做喙暗，搁听无啊？伊拢讲口罩，喙暗。我请问你喙暗偌久换一摆？我一礼拜换一摆，我退，我退3步。我退3步，你来喙暗已经做垃圾啊！啊，你还讲唔换？我来欠啊用，什么都欠啊用。迄年当下现等你啥啊？倒无，咱兜喙暗上多啦。啊，所以你较注意看下，当时即种的生活，你拄着太高病，你拄着受隔离，你拄着甲社会无法度做伙生活，足艰苦，无愿望。伫信仰的顶面。你我活伫罪恶中，咱无听叹上帝的话，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拄拄亲像心灵顶悬死去。你信耶稣，无毋着有信仰，毋过信敢若咧信啊！啊，上帝的话，啊，就伊只听，伊只出去就袂记啊。请问，顶礼拜的金句，知影人请举手？会举手足奇怪，我跟你讲，顶礼拜的金句落去都袂记哩啊！搁顶礼拜，我无咱信耶稣是信假的，真正信假的。咱搁一条歌拜1、拜2、拜3，我拜啊，毋知拜啊到倒位去啊，搁真正好，无影无一只，出去都无伊啊！所以上帝白白恩典。罗马书第3章写特别甲咱讲，上帝白白恩典互咱，多谢肉体耶稣基督，咱知
11月底，感恩节过了，就要进入12月抬杠节。4礼拜了后，迎接救主圣诞，道成肉体耶稣为着咱来死伫十字架顶，若死出世，也牺牲伊的肉体，白白恩典，上帝遮尔疼你。才有一个真趣味的经文，只咱头拄看到，你三个咧学习时，10个太高病，其中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，足趣味，10个太高病，病得到医好，其中一个撒玛利亚人。其他9个是犹太人，当时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是无往来，总是歹势，因为咱倒位拢患着太高病，同病相怜。我请问，咱迄阵咧隔离的时阵，咱有啥物防疫旅馆对无？咱有啥物啦？就是陆做伙，也做着，大家拢恁遮拢着着，就同款意思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达得咱一个亲属的一个课程。本来是无共国，甚至无往来，甚至无相交叉的，因为破病共同体，咱就正做一体。伫迄个生命共同体中间，因安怎去相甲做伙？因为拢叫人赶出口一声话。咱伫这中间，如果每一个人拢认捌家己过去是无安全，两者。软弱得罪上帝，安尼是毋是搁较大爱同心协力求主帮咱医治？为着生存，咱甲信仰有可能自己做一伙。咱今日三甲拢是罪人，伫上帝眼光，咱拢有罪人，咱三甲敬拜上帝，咱伫遮学了上帝，认罪祈祷，所以生命共同体，咱无咧分讲你是。外省人，我是台湾人，你客家人，你原住民，不管咱拢生活伫即个台湾的岛屿，同款信仰自治做伙。所以第二项，你毋若干那讲，即10个太高病，你犯着，总是拢得到清治。这是一个真要紧，就是10个拢得到清治，主要做。主动行入去因的中间，这毋是因都有需要啊！我都人邀请我就去，毋是耶稣主动行入去到伫太高病人中间，照因的规定，耶稣本来要去耶路撒冷，要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，特别入去这个乡舍，有伊特殊的意义。上帝的主权。上帝叫你行这条路，有上帝的意思，所以你甲看，为着要接近这个边缘的人，所以你甲注意，这个人真趣味，碰到耶稣的是咱头拄读的圣经节，因做的话啥？先生可怜我，因毋是讲我无清气，你毋好入来。犹太人的规定，我犯着太高病，我可能有人来，你一定都要大声喊，不要接近我，唔通来。听了安怎？我有甲你讲哦，我有甲你警告哦，你要来，互阮验着哦，你去互阮传着这个太高病哦，甲我无关系哦。竟然因10个人碰到耶稣行过来时是喊耶稣先生可怜我。毋是喊我无清气，毋好遮讲我。所以这是啥？把握着机会，机会无迄落，一日到晚都伫遐咧等你啦。咱有一句话讲啥？无逐工咧过年啦，无迄落安尼理所当然。所以看到耶稣来，把握这个机会，抓着机会，随时伫遐讲。耶稣来拯救阮、怜悯阮。耶稣到位，就连到伫迄个所在，你会看见耶稣就甲伊怜悯、
耶稣甲医好，照因的规定，都爱去哦祭司验。祭司甲你讲 ，OK， 你清气啊，伊才会使倒转去引导，才会使倒转去社会生活。所以因要起程去祭司遐，发现好啊，好啊，安尼敢就过去祭司啊，免啦。所以迄9个犹太人就转去啊，干那即个撒玛利亚，干那即个撒玛利亚人验了倒转来拍伫耶稣的面前。所以你甲注意，这个经节就是上帝疼世界人，毋是上帝疼基督徒。我头有讲，台湾的基督徒足趣味，不拄着风台的时，就祈祷讲莫入来，叫伊吹去日本。你甲看，奇怪呢。上帝毋是干那疼咱台湾后部的基督徒尔，伊疼全世界。所以神爱世人，所以免到把握现今的机会 ，here and now， 时间10000年久就过。11月啊呢，目睭年剩无60天啊呢，今年要结束啊。想看觅，你有把握每一个现今的机会，献上感恩。所以放心，为着感恩节。慢慢啊献，规个月你拢会使感谢。啊，为着台湾新南医，后礼拜无咧，搁为着台湾新南医啊啦。所以你会使放喺第一早定，后礼拜摕来补奉献，总是你有把握这个机会献上感恩。第3项，真趣味就是海国病拢得到清气，总是你会晓感恩未？你会晓感恩未？耶稣讲。清气的敢是10个，足可怜的1/10啊！10个只有1个倒转来感谢啦。所以基督徒吼，会晓感谢的真少啦。应该啊，阮爸长老咧，我今日伫教会我奉献呢，第1名的呢，我参加圣歌队呢，我参加侍奉呢。所以应该啊，咱拢掠做讲应该。耶稣讲，清气的敢是10个，得到医好的敢是10个，迄9个伫倒落？迄9个伫倒落？他拄仔咱有看到诗篇103篇第2节，咱咧读的启文，毋通袂记你一切恩惠，人常常忘恩搁背伊。我老实讲，来咱的教会。我不伫条件，头一个就是，恁启文足大声，恁读圣经竟然是会友做伙读，总是读个念伊都袂记哩啊。头拄仔咱读圣经读倒位？诗篇哦，路加啦，还佫会晓画路，佫会晓画路加，袂歹啊。后礼拜，顶礼拜啥物圣经节袂记哩啊啦，顶礼拜早就袂记了。感恩，毋通袂记你上帝恩典。伫迄个忘恩背义的中间，咱看这段圣经节，10个太高病全部受医好，总是只有1个倒来。毋然呢，这个人是何做啥？外邦人，甲差不多咧啊。犹太人敢毋是上帝的选民？啊，上帝的选民竟然袂晓倒转感谢。我新南医咧读册的时阵，教旧约的老师吼，定定甲阮讲一句话，我看即句话真好用，真趣味。伊讲以色列百姓上帝的选民，或者摇把叉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无？台湾话摇把叉啦，摇啊叉，把啊叉，这叫做摇把叉。以色列百姓真正摇把叉。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旷野，第一关过红海就吵。摩西你无头无日从来遮创啥？头一红海死，后壁对边死。你想要创啥？人阮伫埃及做奴才，做苦工，哪个有物件通食？你看看，出埃及欢欢喜出来，第一关就崩壁。人生就是安尼，咱定定伫不如意开始麻烦。上帝你伫倒？
你拢无听我的祈祷，你初一十五祈祷一摆尔，上帝要听你的祈祷。我碰到一个会友，我问伊讲：你普通来教会几摆？伊讲：我有头有中有尾。我你规年当天拢来做礼拜，无啦，我一年来3摆。我想到一年来3摆，新春感谢礼拜来做礼拜，中午真节过来，啊12月圣诞节主餐我会过来，有头有中有尾。做礼拜毋是做安尼啦，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得到医好，头一个倒转来感谢耶稣。这个感恩，你都要回馈，你都要感谢上帝。所以，请问你是不是真做迄教会袂晓知恩报恩感恩的人？或者迄个倒转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？人生中间，咱定定咧想，我是亲像什么人？你是迄个撒玛利亚人，或者是遐个教会犹太人？毋若敢若归因跟上帝哦，拍伫耶稣的面前，你是毋是会晓真做感恩、献上感恩的人？多谢圣歌对戴启银这首诗歌起来欢喜快乐。真正咱定定都爱学乐感谢，因为一切荣光归于上帝。结论来讲，咱伫一生的有过去、现在有未来，不管你过去怎样，毋过若属伫阮即种退休、搁老酷酷的吼，阿公级的吼，见讲拢讲过去。我袂晓讲现在，甚至我袂晓讲未来，因为未来号做日落西山啊，所以我拢讲过去。阮孙仔捌甲我讲哦，阿公你已经讲很多次了，啊，都见讲拢讲过去啊，啊，所以现在把现在，未来。搁较大需要，不管你将来安怎，咱学做毋忘，所以时时刻刻超济机会，为着过去感恩，为着现在服侍主的机会感恩，为着将来有主的应允献上感恩。凡事感恩的人生，你袂后悔，袂遗憾，也袂结束。最后，毋通袂记哩，为着台湾新南医关心大道方面，头3个来感谢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无完全，伫你创造的日子内面，阮经过，总是阮献上感恩。无论好天落雨，拢有上帝你的恩典带领。今早起伫后埔教会主日礼拜，阮3个通过这段圣经学习，一个撒玛利亚人会晓倒转来感恩，回应上帝的疼，也互阮。做基督徒，常常有感恩的心，有感谢上帝的疼，愿阮哪久哪听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